大家好，这里是你好中国电台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电台节目。大家好，我叫大卫，今天我们就会介绍一下那不勒斯的歌手。老师，你认识牛郎哲吗？是的，我听过他的歌。哦，他是个很有名的歌手。你喜欢哪一个？他的那首叫《那嘎萨德布鲁阿比》。哦，是足球的歌曲啊。对，现在莫萨拉。我就让你听一下。好，好吧。